中国的电影因平台 TikTok 为着要伫美国继续生存，决定要甲超过8成的美国资产卖予甲股稳定投资者，按算明年1月就完成交易。偏颇资讯甲路头顶外媒19报道，TikTok 制片长周受主18摆时伫互员工的备忘录证实，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互美国以及全球投资者签署约束性协议，要卖 TikTok 美国业务80%外的资产，通符合美国法律要求，避免伫明年1月面临禁令。根据协议，新的实体叫 TikTok USDS 有限责任合资公司，美国科技界的甲骨文私募股份公司银河加阿布达比主权财富基金 MGX 会持有15%的股份，和这间美国合资企业持有50%的股份。字节跳动的现有投资者附属机构会持有30.1%，字节跳动也是本身保留19.9%的股权。回顾这场风波为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，捌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想要封杀 TikTok。不过，川普伫去年竞选期间态度转变，甚至亲身使用 TikTok 来吸引少年选民。佮伫今年3月受访的时阵，表达对这项交易真有兴趣。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, and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role. And so hopefully China will approve of the deal, but they're going to play a role. But 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. 这项交易一定伫明年1月2日完成，这嘛代表困扰 TikTok 真侪年的美国国安纪律甲禁令的威胁，有希望因为新合资公司的成立暂告一段落，互1.7亿的美国用户会当继续使用这个平台。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。